印加果的叶子哦，你看印加果的叶子啊，有没有心脏型的？印加果的果实啊，像五芒星呢，晒干以后呢，你看黄土啊，像不像？你看叶子也都是心脏型的了。叶子也都是心脏型的，你看，有看到印加果跟黄土的叶子怎么这么像？那果实不一样，你看，还是一粒一碗的。你看，它叫灵鱼子，切开是这样的，有的还切开晒干，然后说可以什么改善白头发，那可能跟那个何首乌搞混了啦，不是何首乌啊。晒干了，切片以后再晒干，然后晒干了，切片以后再晒干，然后卖人家说那个什么何首乌啊、三尺菇啊、黄药子、本首乌啦、土首乌啦，误以为是何首乌，首乌也可以啊。首乌要看到首乌两个字。印加果实所有毒性生物碱。你看何首乌啊，何首乌的叶子啊，何首乌的叶子啊，不一样啊，比较尖呐、何首乌也是有禁忌的，你看，他都以为何首乌可以帮助改善白头发，还是有禁忌的。你看哦，何首乌的叶子尖尖的啦，何首乌的叶子是尖尖的，你看哦，何首乌的叶子怎么尖尖的？何首乌的叶子尖尖的。